今日嚟到羅湖兆優美金廣場，呢度新起咗一個地鐵站，叫做東門站，屬於5號線嘅延伸。聽朋友介紹，兆優美金廣場有間桌球店，有唔少學生咗㗎，人氣幾旺。喺廣場負2樓，間店叫博悅桌球俱樂部，喺大眾點評都揾到，睇評價都算 OK，帶大家過去睇下。先搭扶手電梯落負2樓，落到負2樓之後再轉，就會見到博悅桌球嘅側門。桌球店嘅正門喺咗手邊，向前行幾步轉個彎就可以見到間店嘅招牌，都幾熱鬧，有唔少師兄喺度打波。一入門右手邊係休息區，左手邊就係前台。過嚟睇下佢哋嘅計目表，有唔同台型以及包房選擇，台費48起一個鐘。間桌球室有3萬幾尺，分開咗2個區域，每邊都有唔少桌球台，可以睇到非常熱鬧，唔少人喺度對打緊。整體裝修都算可以，除咗大廳幾10張桌球台，仲有幾間包房，空間比起外面闊落好多，夠安靜，冇人打擾。仲準備咗茶几，打波之餘嘆下茶都唔錯。如果揾個助教一齊打波切磋，可以先睇下呢度助教嘅工作箱。揾咗2個助教睇睇佢哋表現。開波之前先擺好球，睇落動作都幾熟手。開波唔多夠力，啲波都冇散開，可能係一時緊張失手。入咗波，不過唔係自己嗰個，白波位置都幾差。另一個白衫助打都唔易打，呢下都打得好隨意。呢一個就打得幾好，開局冇將啲波打散，基本全部堆埋一齊，真係唔好打。睇嚟開波唔好，影響真係好大。黑衫助教攞到第1分。估計佢想打一個反彈波，可惜角度差少少。呢一下打得唔錯。冇入，呢個角度還可以，應該可以入到，終於入1球。輕輕一推，
又冇入，睇嚟係一場持久戰，又係冇入，呢球都冇，真係可惜，就差少少，估計打到都冇脾氣了。應該係想打一個反彈，不過力度細咗啲。呢個波位擺得幾好，輕輕鬆鬆就入球。又係輕輕一推，再入一球，就唔係咁好打，啲波貼最邊，果然冇入。位置唔好，只可以防守一下。冇入波，睇嚟防守都幾有效。打咗幾轉，終於又入波。再入一球，而家剩返一隻黑白，生理在望。最後一球都幾難入，你來我往，卧龍鳳雛。最後都係白衫助教生出，雖然兩個助教技術一般般，不過新手揾佢哋娛樂下都算 OK。如果比較識得打球嘅師兄，可以揾高級助教切磋，畢竟差唔多水平，打起身先更加有意思。有興趣嘅師兄可以過嚟試下。